原定3月內公佈嘅香港首批穩定幣發行人牌照未能如期發佈，有消息稱相關方面需額外時間準備，公佈時間將推遲至4月初。針對牌照未如期公佈，金管局回應表示，正全力推進發牌相關事宜，將適時對外公佈具體進展。市場對此眾說紛紜，有傳言稱金管局已向中央提交牌照名單，正在等候回覆同批准。另一說法則是，有1至2間申請機構正向金管局溝通，認為自己公司也符合首批入圍的要求。據悉，金管局去年10月公佈共收到36家機構嘅牌照申請。今年2月，金管局曾明確表示，爭取3月發出首批牌照，且首批發牌數量不會多，將以審慎穩妥為目標。當時已向部分申請人索取應用場景、風險管理、反洗黑錢安排及儲備資產構成等補充資料。政府之前也曾先後表態，確認首批牌照將於3月發放。市場傳聞首批獲牌機構可能包括匯豐同渣打2間發鈔銀行。